26年上半年20大地王榜單出爐，你以為樓市依家好整？錯晒啦！睇真啲，呢份榜單頭20嘅地王，上海佔咗14個，北京2個，深圳都有4個，前15名全部攞地都要超過10萬蚊一個平方，就連排20名嘅寶安地塊都要去到8萬8一平方。呢20塊地分佈喺各城市最核心、最稀缺嘅地段，含金量十足，絕非虛晃。最勁就係深圳，短短在1個月連續爆出3宗地王。之前有同大家講過南山粵海街道樓面尺價10.8萬，係深圳首宗突破10萬蚊嘅住宅地。然後6月12號前海嘅桂灣樓面尺價以9.59萬刷新前海嘅紀錄。接住6月25號寶安嘅新安保利以105個億樓面尺價8.8萬，競投咗355次，以億價99%攞到呢笪地。1個月3宗地王，總投資超過162億，保利一個人就攞咗2單啦。再睇翻上海更加瘋狂，保利旺宇環庭以20萬一個平方登全國嘅榜首，1年之內由13萬升到去20萬，升幅53%。上海2016年中興路10萬蚊一平方嘅紀錄保持咗8年，喺2024年俾6城新東方以13萬嘅紀錄打破，跟住2025年嘅靜安寺舊改去到16萬一個平方，同年嘅保利旺宇環庭已經去到20萬啦。地王更新頻率以幾年一根變成幾個月一根，呢個更改速度你都唔好話市場唔易。喺銷售數據方面，5月份中國新樓成交面積環比上升7%，其中一線城市同比上升咗10%，北京15%，上海2%，廣州7%，最厲害嘅就係深圳升咗50%。20個重點城市二手住宅成交咗14.1萬套，同比增長19.3%，其中北京1.6萬套上升12%，上海2.8萬套上升咗31%。喺價格方面，一線城市嘅新樓同二手樓嘅價格已經連續2個月上升啦，土地價格、新樓價格、二手成交喺核心嘅板塊形成咗強烈嘅共振，所以2026年今次嘅地王潮更準確表述咗一線核心資產火爆，二線核心板塊跟住上升，全國市場依然係兩極分化，3、4線城市依然有一大批庫存同埋價格嘅壓力，真正被資金追捧嘅係北上廣深、杭州呢啲稀缺嘅板塊。又對今批地王嘅誕生有咩睇法？歡迎喺我哋討論區留言。